譚詠珊。3C 廖善豪。3D 梁嘉怡。2B 陳凱琳。聽校長嘅研究報。程序7，處理嘉賓自述時，有請溫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仲有啲舊生啊！各位曾經為紅十會出過力嘅舊生啊，大家好，午安啊！咁就好高興喺度再一次為紅十字會嘅會員做呢個宣誓嘅儀式。頭先握手嗰陣時候咧，最大感覺係咩咧？原來好多人好多手汗，證明好緊張，係咪啊？係咪啊？咁可能大家都唔習慣，不過第時大家隨住大家成長咧，呢個慢慢會習慣。可能好多嘅典禮啊、儀式啊，或者步操啊，咁你慢慢會學越嚟越多，亦都習慣咗，亦都開始成績，都開始變成一個領袖嗰陣時候咧，呢個就係你喺我哋嘅制服團隊裏邊經常做嘅嘢嚟㗎，即係咁。咁而家其實我頭先喺頒發呢個宣誓嗰個證書嗰陣時候咧，就你見到中英文對照寫咗你嘅誓詞喺度嘅。咁我就詳細都睇咗一下啦。頭先宣誓咧就係你哋中文版本，就你作為紅十字會嘅成員咧，你係即係承諾係會服務本土及同埋世界各地嘅紅十字會員元首係嘛，去幫助啲患病或者係
咁啊，即係嘅工作咁㗎啦。咁我睇個英文版都有少少出入嘅原來。咁啊服務本土啦，英文係寫 to serve country 係服務自己國家嘅嚇，即係咁in which he or she lives 即係我哋喺度生活緊嘅國家嘅嚇。咁亦都當然啦係聯合埋其他世界上各地嘅紅十字會會員啊，同埋 help the sick and the suffering， 即係嗰啲係患病或者係受緊呢個困難困頓嘅人啊。咁其實呢個包括咩咧？其實就係、當然我哋亦都包括真係一啲係好惡劣嘅情況，譬如喺戰禍裏邊。紅十字會咧係一個係世界上都係非常有名同埋受到非常高尊重嘅一個組織嚟嘅。就算喺戰爭交戰雙方裏邊啊敵對嘅情況之下，紅十字會如果出到嚟救人咧，都係受到高度嘅尊重嘅嚇。我係有機會參加到呢個組織咧，希望大家都有珍惜嚇。除咗頭先講步操啊、成日之外咧，其實你都學到好多嘅真正嘅急救啊，喺各方面嘅組織上面嘅知識。當然，如果話到係 serve country 咧，咁其實中國本身都有紅十字會組織嘅，其實台灣都有嘅嚇，即係咁有機會如果能夠一齊，梗係最好啦。即係咁喺中國本身喺紅十字會組織裏邊咧，喺好多災難嘅成日都你見到佢哋嘅身影嘅嚇。咁舉個例子係去年呢個地震啊等等咁嚇，咁所以如果有機會能夠參加。